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出来记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面对上帝。基督徒的一生是要爱追求一个终极的目标，就是讲有一日要甲咱的上帝面对面。基督徒要怎样会通来面对上帝？这是咱一生的功课。当迄日来临的时阵，就有上帝的判断伫咱的面前。咱的一生也拢要摆伫伊的面前，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伫日光的下面，黑暗是无法度有所在通秘的。应该讲每一个人在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应该爱态度真谨慎，但是咱无需要过度会紧张甲惊吓，因为上帝是严厉的天父上帝，但是相时伊嘛是慈爱的老母。咱面对上帝虽然应该爱谨慎，但是咱却会通抱着满心的期待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出来记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记载着摩西受呼召的时阵，这是伫伊的一生的中间第一摆甲上帝面对面的情景。虽然咱讲米甸的旷野40年是伊的丈人叶忒罗学习敬拜上帝的一个过程。但是真正面对上帝，却是伫伊这出埃及记第3章的记载。透过这咱会通讲，人会通借着别人来学习敬拜上帝的态度、方式、知捌，但是甲上帝的关系，却是个人的。迄无法度传授，嘛无法度遗传。圣经记载讲，有一日，摩西为着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来放羊，伊带着一群羊来行过沙漠，到着上帝的山何烈山，伫遐上帝的天使亲像火焰。对刺配的中间，摩西来显现。摩西看见了刺配在捣火，却无烧歹。伊咧想讲，这就奇怪啊！为什么刺配烧袂歹呢？我前来看吧。上主看见摩西行我，就对刺配中间甲伊叫。摩西就回答讲：是，我伫遮。上帝讲：毋通你太行紧，脱掉你的鞋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黄着面，毋敢看上帝。相信安尼的情景是上帝特别摩西所显现的。咱真大胆来猜想，就连摩西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，也一定无看过安尼的情景。就算是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
到伫西奈山骹面对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改变，10条戒的时阵，上帝所展现的形象嘛是无共款。上帝确实是每一个各人的人的上帝，对伫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旨意、恩典、祝福以及呼召，也是咱讲要求。上帝呼召摩西，却无呼召伊的阿兄亚伦；上帝呼召大卫，嘛无呼召伊所有的阿兄。上帝互罗得来使用伊，互伊来成做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伊愿意跟对伊的大家拿俄米的上帝，并且甘心互主来使用。咱头前讲到，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拢用无共款的标准的笑来量咱。耶稣基督讲，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我来是要来吊罪人，安尼就真清楚来指出，迄个标准是无同款的。破病的人需要摕药，亲像牧师即马确诊，也嘛来摕药。健康的人无需要。罪人需要赦免的恩典，但是上帝看做义的人，却无需要甲罪人来相争。保罗提到有关这个外邦人甲律法，咱讲摩西律法的关系。伊讲外邦人无有摩西的法律，因犯罪就无伫法律的下骹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法律，因犯罪就按照法律来受审判。因为上帝宣判做无罪，毋是独独听法律的人，来是实行法律的人。外邦人无法律，但是因本着天性做了下伫法律的事，因家己就是家己的法律。虽然因并无法律，因的行为显明法律的要求写伫因的心内，因的良知也证明这是对的。因为因的思想有时阵谴责因家己。有时阵为着家己辩护，所以照着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伫末日要借着耶稣基督，针对人心中隐密来施行审判。无论咱的生活是毋是有这种律法的准则，或者是咱是照着良心来行事，总有一日。咱会甲主面对面的时阵，好像亲像咱头前所讲的，就无法度通避。保罗嘛是安尼甲罗马教会基督徒讲，所以按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伫末日要借着耶稣基督，针对人的心中隐密的代志来施行审判。将来咱要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心智会通坦然无惊吓，甚至咱的心中会通充满着喜乐平安。这是咱基督徒的功课，咱做伙努力吧。诗篇则请咱家己来读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
来甲主你面对面，不但得到救恩、赦免甲恩福，求主帮助阮会当伫面对你的面的时阵，会当坦然无惊吓，领受你所赏赐的救恩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